自从在台湾甲印度来签劳务合作备忘录以后，确定会来引入印度的移工。这移工到底是要安怎来安排呢？甚至讲这移工若准入来到台湾，对咱台湾现主时的劳动市场敢有正面的影响？这一直拢是大家正关注的议题。即马全台湾是有70多万的外籍移工，因主要拢咧做啥物工作？拄到的问题又个是啥物咧？该拍新闻，咱请怡真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咱台湾和印度签 MOU 合作，拍算要引进制造业的移工。那咱台湾到底有偌济移工咧？根据劳动部的资料，到今年5月底为止咧，咱台湾是有776575个移工。其中咧，这一年咧是有284000人，占36遐济，占第一。那越南咧是第二，有269000人，是占3%。第三咧是菲律宾，占免2成遐济。等于讲咧，算的，咱台湾每30个踮台湾的人口，都有1个是东南亚移工。为这个数字咧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咱台湾对劳工的需求是真悬的。即马嘛拍算要引进外籍移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来看一个去年上新的资料，去年移工的总数咧是有75万人遐济。若是干那看数字咧，这制造业是占上济，有478000人遐济。不过，若来看年增率，其实营造业甲农林渔牧业咧是50.71%，另外一个是24.8%，其实是搁较济。这代表这两种产业的劳动需求是大增加。咱台湾就要真做超高龄社会啊！传统的农林渔牧业咧，因为目前无少年人要接手，是愈来愈欠骹手啊，开始请外籍移工斗相共。那营造业的部分咧，虽然咱台湾的房市是真加价，建案一个接过一个，却因为少子化，这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热闹啊。来看这外籍移工咧，是有分做社福移工甲产业移工这两种。亲像看护啊，甲家属移工是社福移工，那制造业、农业、营造业是产业移工。因做的头路咧，佮红号做3K 产业。这个名词咧是为日本话来的，意思是咧是较危险、较辛苦，或者是较阿早的势头。若是来看国内这产业移工甲社福移工的数量，其实咧台湾的产业移工的数量是社福移工的2倍遐济。不过，因为这款头路咧，台湾的少年人较无爱做，而且台湾的人口老化，所以扩大引进移工就成做一款便利的方法。根据劳动部的方案，引进印度移工主要是要踢制造业的芳。不过，其实农业移工的名额12000人到年底就会用完啦。所以，农业部是要提案，甲劳动部争取增加8000个名额来应对。不过，这农产的收成的时间无够。款一曲菜嘛，毋是讲一年四季拢欠工，未来若要争取扩大引进，也着爱斟酌分配问题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拍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。